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一人传喜，百人传失。咱即马生活伫资讯传达真利便的时代，看到也是听到的消息伤过侪，若是无拄好，甲假的信息放送出去，一个传过一个，讲句话，假话就会互人当作是真的。咱不时会看到一寡互假信息伤害的人，也是代志。爱知影，若是无先甲代志捕获清楚，就去放送，真有可能会对个人、团体，甚至是国家造成危害。所以，咱就毋通做迄款放送假信息的人，嘛莫甲无证据的代志撒出来黑白讲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